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美国伫伊拉克西部的军事基地受到武装分子用飞弹、甲火箭甲攻击，造成几多人受伤的意外。美方是认定讲这是真严重的攻击甲威胁。另外，伫中东的战争，即马嘛已经拖到叙利亚甲黎巴嫩。伊拉克高级陆军指挥官2日视察西部的阿萨德军事基地，因为前一天美国甲联军都伫遮互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以12粒弹道飞弹甲火箭攻击。一个无愿意讲名的伊拉克警官讲，有4粒去互防空系统拍落，其中8粒击到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轻伤，一个伊拉克安全部队人员重伤。白宫表示，美国对这件代志正严肃地看待，使用弹道飞弹比较早低技术的火箭甲无人机的攻击更较严重，而且有威胁。أكدنا بأنه لضباطنا وكذلك المقاتلين المراتب أن يكون في وعي تام وحرص تام وكذلك الاستعداد قتالي جاهز 24 ساعة。一个甲你讲是伊拉克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召集讲，这个攻击是因发动的。根据美国近东研究所表示，这个组织伫2020年底出现，是由甲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组成的联名，目的是伫保护美国伫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一直伫挺以色列。حقيقة خلال الزيارة وجدنا ما يسرنا من خلال حديث السيد قائد القوى الجوية مع المنتسبين ومع المراتب اللي التقينا بهم سواء منتسبي القوى الجوية أو منتسبي القوات البرية، كان هنالك تعاون وثيق وكان هنالك تنسيق عالي للتهيؤ لإداء واجباتهم وصد أي لا سمح الله تصرف معادي تجاه。另外，中东的战火有持续的迹象。第20伊朗指责伊军空袭叙利亚大马士革，造成5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佮放调讲要报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嘛讲，以色列伫同一天嘛对因发动攻击，造成一个真主党成员被杀害。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